It's a long journey from tea leaf to the cup of tea. 拿柜上的茶啦，穿的小酒啊，钓杯3米3咋，咪杯咁高。友谊3700。这个钱一滴一滴来，啊，你的地面就一滴一滴起去哩。对，你讲差系卖到全世界。一信小酒，我读的细路就是硬路讲，你系老爱改差穿下去。人家死金，哪有头会看你吗？如果会当选定，我相信有真多人想要出席你的。那你拢无看过你出来人来这里啊？现在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外汇赚进来。4万扣还你扣，上班了是你家5000变做新台币，有什么效？那你阿公会听你330万还信台币啊，小吉。佢就是82,300球台币。按人伊讲哦，一种平淡的。农民只要咱有法陪咧手头哦，咱都会当做大地头家。你想到俩胜利地陪，传到马街。阿比来搞差，哎，唔好陪总得啦，你讲唔好合作。萨摩，你还有办法吗？你讲总得紧走聊天的胜利啊，很勇海，你讲昨晚买吧。所以咱绝对要坚持，袂使有政府古啊拍去。你北部啊，你总部哦是水台，不过公用的台，台会干。你会使带我去甲厂里面美股吗？你要贪水太浅，做得较了，我记到回家绝对不会同人民争利的。你的名字上头有人盯着。就没做安多事情，你会搞错件事。你根本就唔了解差点系乜解？我去插工厂嘅司机，你还忙出事？爸爸，我梦想想安用你。那 special， I just want to help。唔讲对我，兄弟，跟我好。乡亲朋友大家好，哇！你家下看到嘅係你度是音嘅领養比賽咧推出嘅一出，你講由海陸腔咧出發嘅連續劇差勁，你今日當方伊做咧繞牆度，集中音到變劇咧度節目地度啦，大家都分享，大家都分享記到，一開始都繞牆嘅係你嘅集中音同聲用分享。主持人好，各位電視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同聲用。耶，歡迎分享。聽你咧都繞牆嘅時候，你攞出戲劇嘅編劇朱莉安娜分享。大家好，我係朱莉安娜，我係茶經的編劇。耶，真的很開心呢，同時可以看到湯哥到朱莉安娜，就是製作人跟編劇的組合，獨立片湊呢，這是一個很難得可以同時看到兩位上節目咁我嗎？很多對吧？我說一下，很好，有沒有看到啊？是吧？是吧？對，因為這個其實今天有很多故事走得到台卡來講，尤其是我們今天有機會還會分享到，就是編劇寫這部戲有幾痛苦哈。不過一開始台卡看到係2分鐘我們的正式預告，對，我們是不是先請湯哥到台卡來分享一下那個正式預告？哇，你剛剛看到很精彩，而且音樂還是湯哥哈，就每天沒日沒夜弄出來的哈。不過請湯哥分享，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故事？用應該故事同大家講一下。好啊。茶經係講1949年，北部嘅茶也被收成的人嘅故事。當然啦，啲新竹提起青島嘅行業，咩青島做茶米賣茶米嘅人哈，生意。不過一故事就講有做地位改變，因為嗰時節開始就嗰時代地度哈，可能有青島嘅變化，因為嗰時節1949年。就講日本人做嘅，國民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還有啊美國嘅來到台灣哈，故說呀，嗰時節大家就當多年就開始改變了一隻新的身份用嘅哈，嗰時節對一位嘅做茶米嘅生意人我用改善啦哈，故說講起安尼故事，因為台灣嘅清早以前就做茶米嘅時間做到。講到清早，台灣做茶米做清久嘅千多年嘅吼。日本嘅時代就講咩有當好嘅工業化嘅茶米嘅生意啲做定嘅。不過1949年開始就開始變化，故說你就看幾段時間地度做茶米嘅生意人，還有幾時節嘅啲台灣青島來自眾多地方嘅，還有不管大陸過來嘅，還有美國過來嘅。幾多年嘅故事啊！你講起幾多時代幾多時代下看到冇同樣嘅面相嚟看一個時間年。真嘅，
对，所以你看唐一磊就会讲。1949年，我们大概就是以1949、1950、51的那个时代，在台湾给安永给局势底下，一个我们说做茶叶商人的一个商战给故事，就像刚刚汤哥讲，所以里面你看又有我们说有不同地方来的人，然后讲的是茶米，因为泰卡就种茶米在那个时候，然后又讲了很多商战的故事，对不对？所以茱莉安娜其实也是针对那时候一个故事，一个江家，我们就讲说一个真实人物的。人的一个故事的灵感来做一个整个的改编，什么？你说这个故事的起源嘛？对，其实那时候这个故事应该是说，我接到的这个任务其实就是2个，一家就是走茶迷，一家会商战，对，就是2啊。那时候该他 initiate 的西 get 就是1949年，因为我们希望从一间茶厂看见一个台茶外销的兴衰，是对，然后其实。刚好只要走田调，有些长了解到说，其实推翻茶涨占全世界1%竞争，你1%的茶米也让全世界99%的茶米竞争，其实是从刚好该生意人容易走生意，懂吗？如果刚好嘟好推翻就是国府来台，所以等于说刚好先。国家的生存呐，你也生意买生存，你其他比如女主角女孩子，她也要去争取她自己的生存。对，所以刚才就动都该从国际茶事，然后国家的状态这一个茶厂，然后还有自己在家族里面，还有他自己，更用心就是说去做出一条自己的路。这样子，所以唐一磊其实是安永改时代背景底下作为一个背景，然后那个大时代底下的每一个人物跟永英生存，等于是说大时代底下那些像导演讲的求水涌渡的那个小人物的一个故事，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很不一样的状态。不过在刚才的预告里，地图台尬走在看到哇，那个整个呈现很不一样的时代剧，汤哥，大家对时代剧的定义。其实是不同的，时代剧不是来走该在西头走该西的上府，就是时代剧。汤哥，你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你在这一部戏里面建立了一个时代剧的风格。比如说，简单来讲，比如说台大北可能，他们是1950年代上流社会的一个面向，不是大白口头工作。1950年代是冻苦啊，冻苦，穿摸海河州，妹是走农夫人，摸是牛叉，这完全是一个我们没有想象过的1950样子。系啊，因为要讲加前面讲的吼，呀，史推故事地度，大家可能想到 Q 史推就想讲可能就讲做农业的吼，嗰时间无环境无安好，故说可能做较多迄平，就讲一般老百姓的故事吼，呀故事就讲诶，比如讲嗰个时节较有真知啦，或者讲做。较有钱的人，或者讲怂人，或者神医人啦哈，神医人做个故事，各种家的阶层无嘛穷用，就说做个散户啦哈，食的东西啦，大家迄个看到地度的亲讲的无个啦哈，家的东游嘅神法嘅上述的地图，哈，嗰时节，讲迄些要加速家的做国际嘅生意，国际生意当然家的对世界嘅动作嘅新的事情，比如讲同 fashion 嘅吼，比如讲啉嘅酒吼，就白 brandy 吼 ，SO 吼，就讲亲好嘅东西，有卡没有讲起吼。我看得出来，大家看得出家条家有卡嘅人是就讲 class 较无够用，较松流，较有钱，较松流地位吼，因为迄个做安尼故事的发现，你要做一只新的用面向出来，因为讲过去不能讲到客家可能。亲生我做到也在部分哈，可能有一般来讲，台湾当道嘅天使剧或者天样，也亲生做也是搞出开来讲，也这种给这种阶层的人的故事哈。故说人家一摆查经天意就讲 ，OK， 我要做一个史推嘅商业战争的故事啊，就茶米战争的故事。故说用嘅青岛嘅就讲元素啊，部分就讲较无穷用，故说他看起来会有一张，会有得有较
无腔用的感觉，真的看无腔的感觉。对，我相信所有嘅乡亲朋友看解下，解短短2分钟嘅预告是有安好的感觉。所以像汤哥讲的，1950台甲都是穿粗布衫，然后冻苦改容的，不过抓出日本台甲的感觉说，也就差迷，也就送展，然后也就外国人，然后又讲国际贸易，然后每个人都穿得很好，然后住得很好。我觉得这也是这一出时代剧汤哥特别，我觉得在时代剧上面好像又前进了，又突破了那个一个阶层，然后好像又建立了一个天花板，要再去突破的一个时代剧哈。不过讲到俩片哈，其实汤哥该地图讲到他们穿的衣服什么的，其实我们今天是因为邀请汤哥跟编剧，其实我们有好多东西可以聊。要是说我们的主角有来聊的话，哇，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谈自己的故事哈。所以来想聊下哈，虽然可能讲到了，我想要先邀请汤哥跟那个朱莉安娜，你看下来看一团我们的女主角读片中，她自己分享她自己在片中上流社会的样子啊，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聊。所以你要绕墙，你所有改乡亲朋友是看下来看，你俩注意地图改女主角到大几度地图是共用应该胜法，好，看下来看一下。好，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你讲。主角在里面的样子。其实见报纸吼，伊不卡过有谈讲去，看起也就示范是超有亲澎湃吼，一个人吃一桌。看起做个sản婦吼，佢個用嘅就講，因為佢迄人家故事裡都安排佢迄做嘅用材嘅，故說佢做嘅反sản婦啦吼，因為當年佢腳卡也較有錢吼，他做在地就看到青島嘅sản吼青醬吼，他佢可以看。看戲，台北吼，他講較有省份 TV 的影，然後就去看一下京劇哈。你看車子，看佢吃些茶誒，要用古董茶誒。對。好，每做有時機就做一期哈。當年要不有要種8年的時間哦，一定會切頭做的事情就。對，碗臉。對。然後你看，給龍是1950年代穿的婚紗。要TPA 聽做出了不給做的。先講。对，所以其实从刚才那短短的影片，1950年的时代剧，大家看到什么？那女主角的衣服，汤哥你说有几套？可能有搭配起来有80几套。对，然后刚才地图记得，你看他们开的那个车子，对，那个车子也是古董车。人家地图咩用的青岛拜古董，他有加下一看啊，就看到人家用青岛嘅古董嘅時節嘅茶啊，人家整件青島49年、56年嘅種茶嘅嗬，有啲會還會走，有啲會唔會走嘅，就講有年嘅水，係要放起來。不過像那種古董，還有捲茶，還有吉普車啊，還有嗰種各式各樣嘅茶卡，嗰種做在東西嘅嗰種複茶嗬，嘅青島，嗰種人家雕出嚟，就雕出嚟青島樣嘅茶嘅，啲。就講做給石頭嘅用得出來啊！而且他們說那時候的車子啊，在該差別差，用日本走，用美國走，所以有左駕跟右駕同時存在在台灣，在那個時候，對，會差因為都不一樣，有啊，會要。怎麼他們怎麼會是編劇一講，我們兩個人哦，是這樣子。一樣件事情。好哇，其實還有動作嘅細故事，做你都大家都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嚟講。大家都小解讀時間嘅咧，所以嚟播出解差金解連續劇，東方繞牆道係呢解集中營通聲，然後還有呢編劇就連那嚟到節目地圖，哇！上團節目你有看到解古董車，然後藝興那個女主角藝興的衣服非常改到，剛剛湯哥又講哇，組合起來80郎性，然後呢，你想想看哦，女主角的背景，你看編劇的設定，她又要做絨菜，所以她有剪貼本。好，可以為攤廣傾，對不對？然後，所以它就是一個限定小集安樣嘅感覺吼。所以你看，這是完全本台嘅冇強嘅1950年代呢個1950年代完全冇強嘅時代劇。所以我覺得吼，鄉親朋友非常值得你去看吼。不論佢嘅故事係講乜嘅吼，光係看到佢嘅容啊，佢呈現嘅風格美學來吃，就非常的值得了。我自己都，看了10幾百遍，還是很想再看一遍。等於講到兩個，湯哥剛才講到古董車，湯哥其實哈，恭喜彩會，我們這一次拍攝
傅松感辛苦，为什么？因为台湾没有片场，所以其实提凤傅松感难清。好。这个狗仓这个辛酸血泪，老台高咧讲。也部分因为你写剧本的时间就低的，就讲因为给他石头一定要做出来，故说你要伫那拍。然后迄个无讲要碰伫度做一发吼 ，studio 做一发，然后一定要请给他石头给木嘅吼。故说然后要发青岛的时间伫全台湾，请就讲。拍个梯房，故说迄讲大家看的时间就会发现讲，哇，你底都按到嘅古迹吼，就全台湾嘅古迹，哎呀，就讲喺台湾山这个讲2圈半呢，系啊，我山里就讲东到从花莲或者台东哈，以南没有哈，西部那边很多。除了基隆跟高雄无去之外，其他全部都去了。全部就去哈，就大家景点就有碰到啊，故说。大家都来看到青岛100年嘅古迹，地都一定要破20几个古迹。就讲青岛，大家喺讲破嘅时间，我看到讲地都用晚餐哦，嘅背景嘅那种用嘅破嘅地方，用按有石头嘅感觉哦。当年人家有咩做就是特效动画，我大部分就是啲古迹都破啊。人家一摆尾有青葱有个点有用地方，就讲。北埔嘅江家洋楼吼，还有花莲也很有啲啲片吼，人家我考试做这展览吼，大家做在花莲看，就给花莲文创园区吼，人家所有拍嘅东西，还有所有嘅道具啊、美术嘅东西，全部用嘅片，反正大家有限看得起以後吼，都花莲一行啊，就是嚟看人家拍片嘅地方啊，親難得咧，呢個地度就青島去從南投嘅茶廠。茶米工厂哈，还有个陶冶太海的工厂，就青日本时都留下来哈，然后反而青岛的时间可以沟通，啲咩动天数啊，就得嗰边破啊的，看得到给他石头给用的。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幕后花絮哈，像汤哥刚才讲，古董车如果真的不能发的，就人推，对不对？那我们去到那个江家洋楼拍的时候，因为真景黑骨架。古时候底下底度给谁去？太阳清辛苦，所有的剧组都把那个墙壁全部都封泡棉。对，然后地板也是全部都贴泡棉，然后呢，这个场地拍完之后就把泡棉移到那边，所以是整个都不能碰到那个古迹。就像汤哥讲的哈，你去到全台湾一些当家古迹，所以在剧中我们都看得到。那这是在拍摄的过程，其实要写出这样的一个场景跟暗涌跟剧本的时候，就是被编剧害到。对，因为。就是你下他多边都拿这个就多哎，是不是？你看，其实去写的吼，我15系的故事，对，结果人家其实亚吹西英国会客家有事哦，就是青岛前铺的戏剧，没错，因为公共电视投资嘛，还有哈比还有其他公司要投资，因为想要做好，我说大家就讲也台湾嘅戏劇吼，啲全世界就做得越來越好哈。故說也想講，做出來嘅戲，幫大家全世界都嚟看得到。將會做按個就講青島嘅10天嘅安尼這樣。沒錯，我理解啦，因為湯哥真希望講我們的台劇可以更進步。我覺得我們的台劇要不斷的進步，我們也才可以在世界露出，讓大家知道。所以每一次都設定一個輕難嘅目標，然後跨越這個目標，再設定一個更難的目標。所以我覺得湯哥也是每天都在水深火熱當中。輕感苦。輕感苦。講得是好嘅啦。我有講的是，剛才我有下的時間，既然因湯哥還有另外一個製作人青雲姐，既然講沒有設定請彩霞，對，我看到他剛剛只是有請彩霞，編劇最愛這個了，挺好的呀。對，就得霞編劇又傷心吼，該製作公司想要預算控制，結果講買個東西走我們的霞嘛，俺講啊，剛他接受到的指令係用走的用心有用心想，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還寫了蠻多賽馬場。都可是一個賽馬場，因為人家被台風 gas 界有安尼。對，因為剛才湯哥就想說，推翻摸煙走過賽馬場，而且賽馬場基本上就是上流社會的娛樂活動。對，所以剛才我就想，該賽馬場就出來。你唔是講既然因興奮地方，用於大家有地咧。錯。咁個部門導演嚟來講，就我們得時間不一樣，而且我6000萬花進去，我就為了前面20分鐘，他覺得不划算。預算分配啦，每次都講一個賽馬場可能就用掉製作費青島給錢。給龍史還給我寫什麼基隆港，
哦，拿掉了。大船，基隆港大船入港。对，基隆港。对，我觉得还是要，因为它毕竟是出口摄影。不过这边有人家贝尔斯马给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是给编剧亲斗给创作空间，可是等到最后要拍的时候，还是会做一些裁剪跟收拢。啦，就讲对，因为人家时间没有限制啊，当年预算没有限制，故说人家会做先重要的部分先做出来哈。故说拿太亲斗的故事真大爽，不过大家还有看。人家出版一个剧本书，我就小说哈，有大家做的看到人家给时间讨论个故事，要出去看 TPS 房，人家全部的人先做剧本出来。张呛、黄国华老师写给小说，如果你看小说就提供哦，人家之前讨论的东西嘛，还不用提度。对，嗰时候大家还有新寫法，看些 content 哈，佢都係買劇本書，都係買。嘅小說來看哈，就會講嘅時節青島嘅故事，人家有安排一些，沒懂哈，沒有對人來講，某一種樣嘅就講創作哈，創作東西像你說小說啦哈，或者是電視劇，或者是導演的手法，它有各自的一種敘事的底度，大概種的感觸看哪裡，給到時節嘅，給到時代。他懂得嘅故事藝師都真係真針對呢，因為吼，所以個鄉親朋友係講，你真是看戲加看，其實是都新嘅事。你看到係講，你已經知道非常嘅精彩。你看昨天上堂哥講，你看小說，因為小說地圖有洞洞被刪掉了，沒有放在劇本裡面。對，小說昨天看得到，小說可能看慢影，昨天看劇本書。哎，我就看劇本書是另外一個學習耶。你可以看到編劇在裡面是投注了多少的。那個力氣，真的，那每一個對白，每一句話，所以你真的是填調花了你青豆改時間。對啊，因為填調那時候其實是做時代劇都是這樣子，就是要大量的填調嘛。那兩百填調啊，剛剛日後有公共電視，還有客台，佢哋經營客家莊繼續動機咧。所以我問你呢，除非佢實體啦，冇確定。肯定就親得到機啊！哎呦，不，而且不會拒絕我們，是，對，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在這一檔戲，其實做填調來講，是真的是有求必應啦，真的，對，所以這樣其實是可以收集到非常多的東西。可是我真的覺得Juliana很棒哎，因為大白哈，你開服的時間，我都會堂哥講，他說哦，Juliana真的是一本小論文，好，考試都考不倒。對啊，對，而且在討論劇本的時候，我們如果一有提問，他就說哦，我跟你講，我拿出來就開始翻，然後那個筆記很噴，對，然後講得巨細靡遺，好像又是歷史老師，然後又是茶葉的那個專家，茶葉性上專家。冇人家全都在講古戲，冇簡單。對，不過湯哥，你幫我們分享一下，因為第一版看海報都了解安排哈，其實有好改劇本，mais要有好改冉的詮釋，所以這一次的卡司。哦，你拜請感謝按道嘅演員來參加吼，呢度有啲會客家人，有啲唔係客家人，不過我想一隻卡司部，比方說大家咩動好哈，輕鬆就連於係佢本身唔係客家人，不過呢度也撲也戲吼，佢就學東東東西，學嘅開了，我要學青島嘅東西，彈鋼琴都未有哈，大家彈鋼啊一味講唔識，根本唔會講客家，已經唔會講嘅。經過訓練以後哈，講得清楚。當然，大家有看到國歌哈，國歌有人咁樣張提講，跟媽媽係祖輩嘅客家人，你嘅寫時間就是談咁樣清，應該冇講過啦。冇講過。我講一擺咩叫自家講，因為一跑出去念咗嚟嘅媽媽嘅話哈，還有嘅薛仕凌今年金鐘獎嘅。人就講雙料，而家咩動慶宴就搶到佢咯。佢咩佢客話講嘅清河，咩佢咩唔係客人，唔講佢學嘅清河。真嘅。跟住大家都嚟看睇唔出，就真係東大邊嘅學冇怪我得獎。許安慈而家在托佢嘅時間哈，佢也唔係客人哈，故說唔係好清楚。嗰個一片溫生哈，雖然佢係客人，冇講地度。冇底度黑，就是他不是客家人。佢不能講西安的啦，不過要是我們要人家安排佢唔係行年，就講個理性係就態度過來嘅哈，就講做京劇的名伶，對，走京劇名伶。各位將軍是這個黃建偉哈，就理性這兩位都是在故事周邊會有的故事，要當然還有青島的角色哈，大家夠時間哈，都在嚟看的時間來感受一下。真嘅，好，所以講同大家分享係咩詞都當精彩，因為嘅精彩又好講，聊下你等下常常嚟講。
今日东方宇宙的绕墙斗其中因通生中变开，举例安娜那个节目地多大家都讲差劲。我觉得哈，我真的很不负责任都没同大家讲什么时候播出，你下家家来讲一下，汤哥你帮我讲。差劲迄啲11月13號開始，啲公共電視每一集拜六嘅暗暝9點我播出2集。耶！各位客家電視咪有哦，11月15號開始，拜一到拜二嘅暗暝10點，如果下班之後不開，看厲害。就前後全部開，你看啦，因為也會看到一隻時代嘅故事，他看最後是全部開，你就看下來看，因為前後安尼。那相信真的會看到某種嘅風貌。某種嘅面相，對不對哈？吉安娜，你要用客語挑戰一下嗎？我看不到，因為太遠。那個有一個大的，那個有一個大的。來，對，這客語考試就對。對，客語考試啊，抽啊。然後查緊係咪公共電視11月13號拜六暗晡9點。客家電視11月15號拜二暗晡10點。耶！有冇啊？做啲冇嗬，當叫冇講下嚟同我，所以基本上呢度你會考試下。了解你該補出上堂節目啊，湯哥有講到哇，你該卡司，其實說實話，我們的卡司陣容真的很堅強。不過特別到鄉親朋友來講，其實我們的演員好多。還有很多沒有在這裡。對，因為在做這個演員 casting 的改期間哈，哇，那個。湯哥在那個白板上面，要跟演員寫出來，好多寫得滿滿，所以我們這次等於是一個群眾的戲很多。然後這個是因為我們把主要演員擺在上面，然後每個都好認真。我你來講一下，剛才湯哥又講到從連奕涵練習客家話嘛，編劇你真的是，你裡面真的是很虐待演員嘞。你看又有京劇名伶，又要講上海話，沒辦法，因為家下時代有台灣的情況就是這樣嘛，又。本省音啊，有國府音，還有閩南音，所以它就是變啊。那時候其實就動又講日語，所以就是變成它語言，我們要還原那個語言的那個時代的語言，所以才會有那個時代的氛圍嘛。我們說對，所以那時候他們講說這部戲，聽說最想要大家搶着演，其實是那個茶師，因為他講的客家話最少，是嗎？是吧？湯哥有印象嗎？就是動演員來的時候都說哦，我希望走三妹茶師傅。對，為什麼呢？因為裡面台詞最少。不過，因為他的話就是給雖然講。對台詞沒那麼多，可是走茶啦，要做茶米哈，做茶。古時候給他泡茶哈，給他功夫我練習。古時候給他調哈，其實就有去做茶，做思考那做茶，懂得因為還有加廣告，還有懂得周邊的演員青島哈，啊給他調茶師傅啊，嘛該茶廠嘅工人啊哈，給他調沒有學做茶米泡茶哈，古時候。幾度沒有青島嘅人哋學茶，佢其實沒有做茶出來哦，多時間人家可能茶會拿出來賣。這是等下係情景哦，演員啊，都該練習誦口，嗰些走出動作會差，你下差面和動作做，可能要到湯哥談公司地圖先表明哦，然後咧講馬上希望做啲領導簽名在賣。簽名是不是？我覺得編劇動身起改提供是。上期編劇寫也是我們說，你要用寫，我們是覺得很精彩，可是演員會很辛苦編劇通通會講，那個已經不關我的事了，沒有，他們那個後端真的要很認真去練習。導演對，湯哥剛才又講到從文化課嘛，對，講像是我們的三妹安子，其實他雖然講幾個台詞好少，不過其實佢用啲動作改是給你誦口，所以我們有準備一段。他學習茶的影片，傅玉松改辛苦，你強下來看一下，所以繞牆你改強下來看一下，佢到底很容易咧學習做茶。我在《茶經》裡面飾演的是山妹。在這次拍攝之前，我其實做了很多準備。最有趣的地方應該是，我為了想要找到身為一個茶師的手感，所以我從劇辦帶了那個竹編的佳麗回家。但是我需要有茶葉來練習，我就跑去摘了那個樹葉，結果我一摘也摘了1個多小時。我們真的有幾場是到茶園去拍攝採茶的戲，那個時候天氣非常熱，我們
要弯着腰采茶，采一整天。如果我今天身为一个茶农，更仔细去摘，那其实是会非常消耗时间，也需要很大量专注精神在上面。采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茶翻春是法国，生巧为庆是港香，爆种你弄完发给茶，是酒以后够。我觉得只要跟做茶有关的东西都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挑战性，因为做茶是一件很需要等待、很需要时间、需要去下功夫琢磨的事情。一杯圆滑甘醇的茶是需要层层步骤才能够品尝到。剧中虽然已经有用机械制茶，不过还是有几场戏我必须得用手工去揉茶。制茶真的是一件费力费神的工作。我们在拍摄期间有安排了审茶的课程，当天真的喝了很多茶。我在那天喝到好的茶之后，再喝到不好的茶，我马上胃就不舒服。再往后每一次在喝到茶的时候，我都会更用心去感受，说喝下去的感觉是什么，那它的尾韵有什么，那它闻起来像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棒的经验。哇，所以鼓手讲吼，其实这一次每个演员因为某天给狗谁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因为刚刚安子真的喝了很多的茶，汤哥也喝了很多的茶。你喝了多久？下跳婚的时间，我喝了更多。人家其实对下跳婚的歌场哈，因为人家做下面一年了，一年半嘛，一年半。鼓手开始后面还一直修改，鼓手其实还6年。从头到拜就是茶透视，今后。真金每个礼拜开会时间桌上都是很多，而且我们只喝什么茶？太敢记得吗？东方美人茶，而且是青枸杞的茶。鼓手茶要是得青枸杞的茶，这个是三妹周茶的部分。其实像李信也学京剧啊，他真的就是去京剧团，对，京剧跟着老师去比那个手指，去踩那个步伐。后给按钮给唱腔也是非常的辛苦。我们刚才知道李信好像清否义这次可以演这个角色。对啊，因为佢本代就有台湾嘅这种江浙血统，鼓手佢就學嘅上海話吼，對，好清好，各位其他地度家講嘅，其實作為青島嘅。大家看到佢七甲葱嘅哦，对，大概都是这葱青吼，真嘅青不可思议耶！你有没有叫个青男的嘛？你看哇，真的是同汤哥大追顾还有编剧大追顾，青岛给真的是讲不完哦。我们够要他断个6分钟，我要来一起快问快答哈。我们是没有踏好的哦，摸拱头的哦，是真的严重。好紧张啊！不会问，不会问历史给问题，不是考试。回答不出来，我们这就说义理回答。中对。我要来问了哈，汤哥先回答 ，Tanner Juliana 回答哈。一枝花形容1950年代，以你上。前东西，这很关键。前东西，大家台家一定躺摸，对不对？因为该东西通货膨胀很严重，在剧里面有，你看是不是很难？1、2、3，茶壶里的风暴。不愧是编剧，茶壶里的风暴。好，这一题比较难，后面简单的啦哈。T 最喜欢的角色1、2、3在里面，汤哥请回答。抢攻。哦。你最喜欢茶师改角色？哦，我没有问原因哦。来，郭哥，就是茶壶安用改角色。对，哦好。不过生蚝要亲厚呢，他给这个看一下。对啊，你没有讲他到时候他很帅。我们还有，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哈。题上题，觉得你自己跟戏中的什么角色最巧？文贵汤哥讲起到文贵最强，大家就动起怪的款戏师弟吼，就要难起到嘞。三妹吧。你跟三妹最像。有吗？汤哥不认同。默默做茶。默默写剧本，安走对了哈。好，最来有没有2个人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有。说到底就是身不由己。我也最喜欢，还没提走一两滴。但是我不流一滴泪。有这句吗？
没有，从我们家的。他其实这个是黄建伟家的，他用他的去改成他的样子。是其实还有懂得京剧啦，他有看的时间，底度还有亲后跟亲头。你讲我好头，你讲我好头，你讲我好头，你讲我好头。说到底，俺们是身不由己。哇，水妹，乡亲朋友吼，我们稍早还未有一些，然后大家来分享吼，佢两家已还未10個來，而且你會送禮物哦，所以天公一聽就會看。節目界準備，再個講一下，是應該是3度，人家公共電視會播出，啊不然9點，是應該是500一百年，啊不然10點會播出，所以大家聽就記得收看咯。你倆是先到倆片，感謝康哥，感謝朱莉安娜。好，鄉親朋友，天公一定會送禮物的，所以聽就會看。你家家咧聽嚟嘛，家咧做認同了。中戲福喜樂嘅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嘅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咧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